下去吧。皇上，如果没有别的吩咐，那微臣先告退了。急什么？太医院又不止你一个人当值。原本啊，朕今天是要给你当一回红娘的，只可惜你拒绝了朕。但是朕还有一件事情要劳烦于你。皇上请讲，臣万死不辞。这件事情跟死是万万挂不上钩的。朕就是想让你帮你妹妹退婚，给朕当一回红娘。皇上，有关此事，欢妹和皇上可是有言在先的。我们虽然是寻常百姓人家，但是最重信德，这婚约退不得。更何况此事一旦传出去，世人必定会说皇上强抢人妻，有损皇上圣名。臣实在不敢。朕知道奕欢有婚约在身，但是这个未婚夫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这么多年对奕欢不管不问？如果真的有这个人的话，那未免也太不把奕欢放在心上。皇上，这婚事是奴婢的私事儿，您问的这么详细，是不是有些不妥呀？欢儿，你就别再否认了。你与朕明明情投意合，就像你给朕绣的这个荷包，已经说明了一切。这个是奕欢第一次做女工，手指被戳破了无数次才绣成的。这一面绣着两只鸳鸯，一面绣着他与朕的小像。朕乃是天子，也知守礼法，不会强抢民妻。奕欢若是不喜欢朕，那也就算了。可是既然奕欢喜欢朕，又不愿意嫁给他的未婚夫，那就另当别论。欢妹，如果你真的是疑听皇上的话，那为兄就……朱哥哥，我对皇上是有一份情谊在的，但是我不可能一辈子留在紫禁城，也不可能一直留在皇上身边。为什么？但是你在山西的时候，你明明……山西之行确实改变了我对皇上的成见，可当我再次回宫以后，我再度看清，这里不会是我永久的归宿。